台南帆船嘉年华热闹登场，就在安平雅果游艇码头。现场除了结合街头艺人表演与市集活动，展售特色文创，品尝在地美食，更安排民众认识水上帆船，免费搭乘出海，乘风破浪。让台南人可以体会一下什么是帆船。帆船运动是一种等于是全世界海洋的一个运动，它不是奢华的游艇，它是靠风。符合 ESG。为了促进推广帆船运动，还特别有香港帆船会的120名选手，12艘帆船参加东亚离岸帆船赛。从香港比赛到安平，市长黄伟哲也准备礼物送给得奖选手，感谢香港选手来到台南。不管是游艇，不管是帆船，都是很好的水上运动。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更多的人参与，让大家养成亲水，而且这个向大海致敬。台湾四面环海，有丰富的海洋资源，尤其是安平港水域有独特的条件，最适合发展各式水域活动，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